圍堵北角警署，誓要攞返民主女神像。喺下晝嘅6·4遊行之後，部分支聯會成員抬住原有嘅民主女神像去返時代廣場展出。一早喺度部署好嘅警方同食環署就聲稱收到投訴，要好似前日咁搬走個女神像。我哋一間咧，請你合作為正義嘅示範。警方淪為政治打壓嘅工具啊！真係一個民主女神像，你哋都容得下？僵持咗幾分鐘。我係警員真正落落，我而家拉你過西辦公，唔係事必要你講嘅，除非你指對。睇住，抗議政治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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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拉人先，喂，我都係可以代表佢哋。行開少少，唔該。支聯會常委梁國華都俾人拉埋。呢個時候，個民主女神像俾警察搬走埋，班示威者好不滿。點知個警車退後走人。擾攘咗陣，示威者轉去北角警署聲援。曾蔭權可恥！曾蔭權可恥！這係公明！公明！無畏無懼！無畏無懼！李卓人同梁國華被扣留差唔多2個鐘，獲准以100蚊保釋。反映到呢個特區政府本身已經係將個打壓一路升級，但係我哋亦都係會將我哋嘅反抗一路升級。喺下晝遊行嗰陣，華叔都鬧今次係21年嚟政府對支聯會最嚴重嘅打壓。我覺得佢唔係起矛啊，打矛波個矛。你睇到佢尋日已經係開始向支聯會打矛波啦。亦都係呼籲大家，如果我哋6月4號攞到民主女神像，佢冇任何承諾話俾翻我哋嘅話，大家6月3號6點鐘去包圍北角警署，好唔好？連埋前日支聯會2個民主女神像同天安門浮雕都俾警方收咗，佢哋今日會揾警務處長交涉。